搁再讲，李新辉也死啊，口出也亡啊。当年迄件代志已经是死无对证啊。什么？我的鬼啊！万里无云香浓浓，一轮明月挂天空。天下凛凛强关梦。关东破晓天下动，石林雄雄明万峰，修关心桥各不同。袅袅星月心惊悚，红旗心明满树头。绕回走龙风一湾，关东逍遥关关湾，关关良宵何有望？西边飘零江啊光。娘娘，是毋是要来凉亭内休困一下？唔免啦，我想要踮咧这个九曲桥上行行咧，想煞看水池内的李鱼啊。是。桂花，你看，这个水池内的李鱼，伊自由自在，遮尔啊快乐，伫咧游来游去。这个水池内永远就是因快乐的天地啊。是啊，伊就甲娘娘你共款，无看无路，无烦无恼，上强永远是娘娘你的啊。娘娘，你喊气是喊气什么？想当初，我费尽心血，真无用意，才达到这个红叶的宝座。那么红你失足步入这个金水池内，丧失的地基，敢是我红你的份呢？哎呀，娘娘啊，过去代志就莫搁去想伊，免得咧伤心嘛。桂花，你敢若亲像真得意？娘娘，我是为你咧欢喜的。我却是担心啊，担心，担心什么话？担心殿下，伊敢有问题？
娘娘，你生气太济了。不管殿下是毋是有问题，伊急境也是南清宫8千岁后生。敢讲娘娘，你敢将伊？我无这个意思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殿下一直伫咧追问李新辉的罪，以及会受碧云宫的原因。我惊的是，将来伊若是登基帝位，当年迄件代志，敢会？娘娘，你生气太远了。殿下若登基地步，你是一国的太后。搁再讲，李新辉也死啊，口出也亡啊。当年迄件代志已经是死无对证啊。站着，你站，什么人？我的鬼啊！娘娘，如果我哪里有一个鬼呢？滴水诶！我挂了口珠啦！口珠？娘娘，我是你目睭看了口炎。这是，咱回宫，这是咱回宫，咱回宫来，别惊，咱回宫来，咱赶回宫。娘娘在世，不得无礼。桂总管，是真是的啦，我明明看到鬼呢。王强你也看到鬼？是啦，娘娘，是一个查某鬼，头毛三面也台湾哭，那声音足凄凉的，足惊人的。迄个鬼伫什么所在？伫平安宫的皇帝。死得不妙不妙，娘娘。平中无故做回魂，溜溜小魔，
你虽然是死在九泉地下，也毋过你已经尽了忠义了。请你原谅吴英，我帮我为你安息灵位，早毋甲你烧香，才会互你变成一个孤魂野鬼。吴英只敢若会等着3更半暝，偷偷来这个所在甲你祭拜，求你在天之灵庇佑娘娘，伊的双眼早日恢复光明。小妹，你有听到无？你一定要庇佑娘娘的双眼重见光明，规体红光。什么呀？什么人？也唔敢出来想。什么人也敢唔说出来？是御松馆，你3更半暝来遮假鬼惊人，是啥物企图？我并无假鬼吓惊人，也若无你来遮创啥？我是来甲你娘娘烧香。啥物人叫你来甲烧香呢？是我家己来。你大世间，活了你现仙啊心！